先第十分啦吼，母为迄个复式，迄个母为头前咧看到迄个母为，你就知影，迄个母为就叫做是叫复式，就胜过着一切的所有福报。简单讲起来，这四句话就影响着积分内底伊的实际物件，不可能因为虽然讲杨武帝伊这个王主教育太出啊。 伊把伊标题标出来了后，咱看到伊这标题是知影伊这内容，互咱知影讲哦，这份就是讲什物件。可是咱若无去甲探讨，咱也无了解这物件。啊，所以呢，这个无为复性分，咱大家做伙来了解。无为复性分第11。无为复性分第11。苏菩提。 苏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山顶恒河，如是山顶恒河，为云何？为云何？是诸恒河山，是诸恒河山，名为多福，名为多福。苏菩提言，苏菩提言，成多世尊，成多世尊。 但诸恒河，但诸恒河，上多无数，上多无数，何况其山？何况其山？苏菩提，苏菩提，我今实言各逆，我今实言各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里所，以七宝满里所，恒河沙数，恒河沙数。 3000大千世界，3000大千世界，以用布施，以用布施，得福多福，得福多福。苏菩提言，苏菩提言，成多世尊，成多世尊。佛告苏菩提，佛告苏菩提，若有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善女人，无处经中，无处经中。 乃至受持数其顶，乃至受持数故其顶，为他人说，以处福德，以处福德，圣贤福德，圣贤福德。这是咱金刚经第11分的浓缩的经文。但是呢，因为头一段咱同学就是和咱做一个分享吼。伊讲苏菩提。 如恒河沙数，如恒河中的沙数。毋过，若以即句话来甲讲起来吼，恒河有5000公里，有5000公里。恒河离印度这个天上啦，天上，就讲伊的水对迄个喜马拉雅山，离世界上悬的一粒山的山水，迄有8万。 这个8400海拔8400几公尺，内底迄个山流落来水，流进一条恒河里去安尼。所以呢，世界上悬的山就是叫做尼泊尔，这粒山叫喜马拉雅山，应该大家都会陌生啦吼。但是这条山就是印度的迄个个尼泊尔。 当时佛陀出生就是尼泊尔，因为当时有一个这个西德有一个南德，东主啦吼，还有一个北德南德，所以当时咱苏菩提，咱不是苏菩提，咱当时佛陀就是这个印度，但这个印度当时是拢，这个尼泊尔当时拢是印度内底迄共一个国土，迄尾独立出来安尼了吼，有一个叫做。 尼泊尔这个所在，尼泊尔这个所在，因为当然，我了解伊人口差不多有3000万人啦吼，比咱较侪小可。但是我听讲这个土地啊，差不多台湾的2、3倍大啦吼，这个不过呢，因为伊这目前中的生活嘛无介好啦吼，伊是安怎讲呢？因为迄人咧讲起来，你想一间，这有紧尔啦吼。 伊也是迄个共产党过去的执政，但是共产党的执政拢较专制吼，所
所以人民生活足痛苦。但是伊用2天的内底当中，把因所谓共产党的这贵人精神拢全部推翻。你若看到电视就知影啦吼，不要较重严重啦吼。咱我本来就是有一个做信仰、做前人要获选去尼泊尔台湾，但是我伫泰国，我伫马来都有接到咱做信仰前人寄出的资料话，过太过几天尔都较动啦，2天尔，因为政府迄个共产党政府就落来甚至讲话啦迄个政府官员啦走袂离的，拢走去迄个河中的，讲叫做啥？讲啥物？讲这水库型啊，啥物个库型啊？压话地用直升机，伊就微调的，袂当吹落，用直升机吊直升机单，才倒无嘛所以2天一直伊遐就迄个不可能是讲政治啦讲这个国土。那当然，因为我听讲人真好度，因为伊迄是属于国家，属于国家，但是尼泊尔这个土地属于小小部分，但是因为你上点一般拢点100瓦，点200瓦，因地个你像做信仰、做前人，因遐地个拢摕个指点元素，安尼啦，我听讲遐岛真方便。毋过呢，因为咱知影当中就是这个福德伊当时伫遐出世，毋过伊当时若咧讲经说法，拢会来这恒河这个恒河的迄个两点，甲咱讲的恒河河畔伫遐讲经说法。但是每伊讲到话术语，拢会做讲恒河沙数，拢用恒河这条河两边迄个沙数来做比喻。就甲咱讲着讲，伊一粒沙，伊个沙咱台湾咧属乌沙，但是恒河迄个沙是比乌沙较幼，因为迄风若吹来，规条恒河就参像哪呢？风飞沙啦规个有沙，你看着嘛无啥看着。所以伊佛陀就讲，假使若用恒河沙数，这条恒河内底个沙数，甚至一粒沙一条恒河。爱听无？伊这个对这个，一粒沙就毋是惊这条沙的这条沙的这个恒河沙数尔离恒河这条的一粒沙一条恒河，安尼做比喻啦。爱听无？伊就用着一个足大的数字来做一个比喻，迄换成解释叫做较量法。毋过咧，这个较量就是讲你偌济物件，因为伊拢是有效的。而世界我互你偌济物件，伊拢叫做无实法。凡所有效，拢是虚妄的东西。所以佛陀伊有足济比喻，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七宝、早日分、中日分、后日分的世界的比喻，拢用来做比喻的。所以后壁拢做成这比喻啦拢无法度胜过你的自身这个发生，你无法度胜。但是你有执着，你执着世界上的物件，那安尼你就无法度证明后尾得什么。所以呢，这当中咱互我考一段，就甲咱做一个介绍啦无为叫做无为福生分嘛咱头一已经讲过。无为者叫做性空啦有为者无所不为叫做缘起。所以呢讲无为就是空不离色，色就是讲缘起的物件。咱今日咱大家拢缘起，咱缘起到一个人毋过因缘所出世的时间点，咱无熟悉。毋过咱有一个同样的性空的物件，迄个自色，简讲就是安尼。但是无为伊就叫做性空，无所不为就叫做缘起。那我请问一个问题：，迄个无所不为伫对出来？当然就是你无为出来啦若无无为，他毋是无所不为。敢是安尼？你今日伫这个世间的生活。你所为想象，你所为生老病甲死的过程内底当中，拢叫做无所不为。
但是这物件拢对得出来，对你的心空，对你的胃造成。毋过呢，咱今日是这个心空太不空，但会走去作这个对立作业，就是因为咱的心空不空，咱的心空一定受力量，或者受力量，受想行识，这五位，这方面看的力量，受什么物件？受着咱过去咱的七情，咱的喜怒哀乐爱无欲，受着色声香味触法这物件的力量，所以因此咱有一个心空，咱变成不空的，然后迄叫做力量，力量或者解释叫做不空。毋过呢，咱今仔日有一个有为，有一个为，你今仔日迄个无所不为做出来，迄就是有为法。但是你心空做出来，无执着，你迄个无所不为，你做出来叫做无执着。简单讲，你说内底当中就是讲，眼见心不乱，眼见有无？你看到物件无？是心不乱。你耳听你有听到无？你有听到有，但是你无执着，因为你有一个心空伫头前，你有一个无力量伫头前，但是你若有一个力量，就是咱常咧讲的，眼见心乱，耳听心烦，敢是安尼？大差就安尼。你目睭看到，就安那，喙就要开；耳孔听到，你喙就要开。是啥物件？因为你就是你就是你自性中的内底有执着，你的自性中的内底就是色知色见，你的自性中毋是智慧发这智去做代志。换一个解释，你已经用色甲你说出来，你毋是用智甲你说出来。因此当中呢，咱今日来到世间的内底当中，是非遮济，对立遮济，敌人遮济，无欢喜的遮济。应该想看下，咱一世人拢有这行为尔，为什么呀？迄我会介意，迄我袂介意。我若讲一个话，你会执条咧。讲一个囝，生一个囝，若讲刷，有草就等等。敢是安尼？叫做以言会传，安尼敢是？是安尼以言会言，叫言影。虽然讲言影俗，言影就是参照一个言影，迄过度的分很就叫做实相。毋过咱世间的人，就安那，拢咧掠这言影。谁掠言影？就是你的识用咱掠言影。你若伫，你才掠言影，就参照咱我即回去到迄个国外咧讲道理物件。即杯水，即杯咖啡，对不对？内底的水，甲地的水，甲汽水的水，毋是拢同水吗？但是你看是看到咖啡的乌色，你看到茶的黄色，你看到汽水的红色，敢是？毋过呢，这三杯不同的饮料内底有一个相同的啥物件？有一个相同本质的水，敢是？毋过呢，咱即马就是看到看到红色的尔，看到乌色的尔，咱就看到一个黄色的尔，安尼叫做分别，敢是安尼？毋过人佛道拢是甲你讲妄想执着而不能证道证得咯。是咧妄想，你看到你上这嫌嘛？虽然人生迄个心袂定，心袂静，心袂安，什么问题？其实和别人拢无关系，和啥人关系？和你有关系。毋但咱过去，咱有一句讲，元气无好歹，好歹在人心。敢是？你过去的六祖安怎讲？讲若是修道人，若是修行人，不见世间果。欲见世间果，自心即是做。敢是安尼？是个修行人，你本来就有啥物件？不见世间果嘛。欲见，你有看到世间果，你的自心即个做得，你自心就是迄个是为人。人佛道，人六祖袂能甲你讲法子。所以外口因缘可能还没有这关系咯，但是你有起心动念，含你有观念，因为有力量。但是呢，所以咱就想就空啊，咱就我同一个情形发生，咱这个修就是修真的，但是咱家己反省看下，到底咱对咱内心世界，咱有
偌济起来。咱有偌济力量，能控制咱的妄想执着。咱控制咱的妄想执着，咱是作脆弱的呢。像那个，因为你今日无真正行亲法界，你对我咧，你绝对所做出的，你互我心法大菩萨，你去用你的知识去做代志，迄是表象。你要成为大菩萨，迄个骗人，迄是一种个骗人的物件，无实际的物件。所以咱老祖师传下咱这样思想的物件，就是要咱入去一心法界。更告别要咱入去清净法身。所有的物件要你必穿回海独一味，并了规产无意识，就是要为迄个物件。所有的物件拢总是因缘生活的物件，迄拢无重要。所以咱来讲，迄个叫做缘起，无所不为叫缘起。伫你的性空要带有，要带缘起，你会清净咩？我来讲一个简单的比如，色空不离动万年，安听无？什么叫色空？色就是一切缘起的物件嘛，形形色色的物件嘛。毋过你有一个自色，就清净法身，空就是讲清净法身，你带这个色表象的色，表象的色。那安尼当中，你有表象的色，把你用着袂？袂，因为你万年。你无去这万年，甲你办修，就是想象。你有想象，爱毋是无想象哦。若无想象，就参着食石头哦；若无想象，就参着水里哦。但是你的想象内底有一个空，有一个空性，有一个清净发生伫内底。安尼怎么？安尼受空不离，成通天。哦，成通天。你迄个心甲体的通哦，敢是安尼？想空不二，哦，迄个做受空不二，心肉性；想空不二，成通天。受空不二，受空不离，心中行。咱的受就是感受的受，你有感受着物件无？我感受，哦，迄个做安足水，迄个做安足歹，迄个足老快，做安足瘦，两道好水摆，含你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熟，若有熟了后，就无熟相后，你就这分别了，敢是？毋过呢，你若用你的色空的自性清净去看到水、摆、大好散，拢总是一体物件，因迄是表象的物件，迄表象无重要。毋通来讲叫做心肉性，心肉性，你的心就是参像一个大件小象，然后。因为你照着影出来想，你离开迄个上不了。毋过像咱根本若看到一个物件，咱是心里地方放袂掉。什物件？因为你无用你的自性来做主，你无用你的空性来感受。想空不成通天，敢是想些啊啦？因为你想要用哪咧想？你用你的知识的心来想，愈想愈受劲，愈想愈不满。愈想上海咱食都拢袂去，敢是安尼？会艰苦的。毋过你的想象，若用你的自性，若用你的清净发心来甲带迄个想、迄个想，成通的，你的心通体会通，说通就心通，如一处理空，微传见性出神无暇通，敢是？你跟上天已经有通，是安怎？因为你今日你想的内底有一个清净无染的法身，你想带你迄个想，所以你的想无去用你的心甲你带。行空不离观自在，行空，你伫行道过程内底当中，你用着你的自性法界来你行道，来你办道，你参照观世菩萨足自在的物件，观着一切。内底当中，你无一切，我看到你作生气，我看到你作爱，我看到你作讨厌，我看到你作欢迎，无这物件。你很自在，所以心经咱讲一句讲观自在菩萨，迄个叫做菩萨，对不对？那安尼当中，迄个叫做哪？行空不离，为啊做哪？观自在，你是菩萨。后边有人在讲色空不离，见入来。迄个色就是知识的色，迄个知识就是咧带土情。色
相形，迄个色就咧带遐边。毋过迄个物件要转实成智啊！你无转实成智，你用迄个带头前，那是复杂去啊。毋咱来讲色空，你用着迄个空性来带个色，迄个色变智，叫做转实成智。那安尼甲讲起来，你今日迄个智慧叫做哪？迄个智慧叫做如来佛，迄个智慧就叫做如来佛。那安尼，咱今日所讲的这物件，咱的自性，迄个空就是咱自性法则。简讲，迄个空就是讲叫做清净法身。感谢呢，那安尼咱疑心来到这个世间的内底当中，你的心无碍，伊管自在的力量，你要困做困。对不对？你免今日困袂去，慢慢开始爱困了。但是虽然讲这色受想行，这物件色甲你带去，咱拢总无用一个清净来带物件。所以咱我第句就讲着，性空是无用一个，是充于空偏了解。这个性空是咱这个一切的思维中，就是拢咱自性要甲你带落。咱这个马体若无迄个自性。造出当你这个马体当老，你今日色空，你今日就是因为你有一个空性伫内底，包括这个马体的色，你合做伙就做足这代志，所有因缘就是拢对遐造出来物件，这叫做功夫。敢是？所以呢，因为这个性空到我都无共性，伊是从阿偏了解，伊是从空偏解。咱若死，马体死，迄个自性无死。迄个自性，你要走去处了解，你就走去分辨，就看你今日你什么意境，你要走对遐去。性空叫实相，迄个性空叫做实相，实相，迄个实相无相叫做真空，迄个实相无相，人叫做真空不空，这是。所以迄个圣经啊，迄个武则天来讲，无相性侵，后边古人在讲。微妙分，微妙法，就是无相性侵来走这微妙法，迄个叫做哪？微妙法嘛。所以就是有自性，有自性智慧，就产生这个日头内底当中有日头中，因为微妙法就照射内底有形甲无形，拢会当挂。你这地球，若真正迄个光，迄个日光的迄个热无来，迄个内底有情甲无情拢死了了。咱人甲所有动物基本拢死了了。敢是？毋过呢，因为伊迄个日头有日头光出来了后，所以微妙法今仔日有足侪物件，因为就是拢依法在挂来。你会听好无？你有一个自性，你有一个智慧。你有一个微妙法，你会当度足一众生，众生有足一众生是因为你来得去，咱就微妙法咯。众生因为你会当得去，今日你有一个自性法则，你有一个智慧，但是你若互知识了后，你这个微妙法走袂出来。众生因为你对了就好。也讲，咱今日是要来参考。咱成愿来去做这项活，咱毋是要来遮过日子，兼带遮人讲对少年啊个人生啊个食老，但是毋是要这项活。你要做项作者，明白无？妙有不古即是实相，迄个妙有就实相出来，实相就是生妙有，安尼听有无？那叫做妙有不有，袂使切一个有，安尼叫做实相，这拢是性空变出来的物件。无所不为叫做缘起，缘生缘灭，因为伊无有一个实体的物件。所以咱讲一句，说缘起无我，伊就是内无常，只是一种的安怎？一种的名，一种宿命表象的结合。安听有无？我听了有啊。我是今仔已经出来，对不对？我叫做放心仓，咱是放心仓。好，我们不有心，不言就在世，我们不有数，不言是必达。你有心哦，谁是我？心我之后，我是谁？
学办懵懂又是谁？不如不然有求，亦无烦恼无忧。顺便我第一甲你讲，所以这句话就是甲你讲，咱今日迄个元气，这个元气，无所不为，咱有一个是上的物件，有无所不为，无对一项，无对衍生出来。太太，毋是衍生出来，一年生活当结识阿某嘛，囝毋是咱的一年所生活嘛，咱的父母毋是咱一年生活嘛，咱的事业毋是一年生活嘛，咱二代地自你生出来到你死少叫做一年生活，这变化全叫一年生活。但是我过去来讲，有医保甲政府，医保就是含医助你这个马底叫做上医，包括你的财产，包括你的地位，包括叫做医。政府就是这个马底，就是一年生活的物件，咁是安尼。医这毋是，医这就咱这个解决，医保甲政府拢实在是互补，但是伊无地位，所以咱今日就是自性所流露出来就是元气。毋知咱老主席讲的，你甲因解释来讲，这个元气的物件，咱是安尼了解这个，所以伊叫元气。这个元气了后，咱袂使无啊，毋过咱元气了无啊，因为咱讲，因为你落去无常，伊是只是一种的名，表示来变啦。我当先操，无名改名一世人改过来变，当时。我昨回解4、5遍嘛，在咧改过个叫什么名？我当时袂晓。今日这个名，2日后尾我又是这个名，这是一个名出，我袂当显出啦，这咱袂当讲啦。咱讲的这是元气的，有重要无？无重要，因为你的自性内底有清天国，这个是对。所以咱甲你讲元气无吼，元气成空。迄个元气，你要有一个无执着的叫做无空；元气，你要有一个自性的清净，安尼叫做成空。安尼听有无？所以你元气清净、元气成空的内底，你自性、你的清净，你用这个元，你袂叫元元脱去。有影呢？迄叫做平等性。平等性，你当时佛道，你金刚经规定是3分讲，是法平等无有无效。我若是平等。若安尼平等内底，当中有什么元气？你面对着一切缘的这种平等，无互缘来拖去，无这水，无这歹，无这那，无这平等嘛。咱平等无差别，毋是无差别。你差别中的内底无差别，叫做平等。安尼听无？你差别中的无差别，毋过世间人来看差别，毋过出世间看就看无差别，这是我伫这个物件。所以呢，伊落在无常，什么叫无常变化？我过去是会，到即偌济，我71岁，我敢袂当再食到71岁，我当食到142岁啊！我敢袂面对即个物件？会啦咱大家都会毋是我，但是所以伫即个过程的内底，就参照哪？就参照讲，咱几岁走，咱哪是咧咱几岁走，家己毋知影。你身干哪你几岁走？你袂去小名说，你若几岁走？袂前我就讲你几岁走，我惊死。我一世也袂变真，我系咧等到迄70几人死，毋人无死呢，无死讲你算无准，毋过你叫骗你啊！因为咱讲，你自30岁，你上少啊，你已经烦恼40担啊。安尼，我是过去甲你讲，阮遐有一个较早台湾做迄个业来因老爸，自一摆喊我去迄个泰国迄个叫做清迈迄个办桌，我那外口遐一块桌啊，掠头，伊就讲经理，我有一日我就是囡仔时阵，我都惊过世迄个叫少年头前，少年较过来，少年。你注意听你食到70岁30岁囡仔、少年囡仔，几岁我毋知啦。我讲即句话，伊所烦恼到50担，你25岁，伊食几岁？食80几才走。70岁就死，无死的。少年你叫70岁尔。
但是烦恼无，伊烦恼死我知道。但有准有无，也许有准，因为伊修炼不好，所以伊所转位。如果唔知啦，有准无准我唔知啦吼。但伊上面是无准，是安怎讲？是因为伊有修炼。啊，若要讲有准，伊讲伊修炼转位。啊，若要讲无准，啊，就无迄个时间叫巧伊吼。啊，所以这种物件啦吼，一年的物件，咱几岁要走，迄叫做定数，迄物件知影。该走咱走，世间无迄个永远留落来物件。世间若永远留落来物件啦吼，就恁阿公、恁阿祖留落来，你真惊恁阿公、恁阿祖留来去偌济厝较大个，我无骗你。你几十年来，等于偌济，几十年来，恁我。伫即个20号的时候，我过去咧老菩萨，我来拜老菩萨呢，但是甲看看我，伫咱河学的清口记载的名册内底，当中上少有300个章。清口的哦，奇怪，迄上较早咱咧开咱清口拢500几个，即嘛咱叫分200个。啊，就第一就是讲下底无白下，第二就讲重量，敢是安尼？啊，无太听捌济，过去我咧开班的时阵，拢有400-500死。离咱离个性命，当时咧为火锅班加的时阵啊，拢有350个以上，近200个入去。先啊，我即晚就讲才8个月，毋是安尼讲，因为后壁有清口嘛，比较清口的，你话上尾300个走。毋过咱若想啥咧？啊，太悲哀，毋是悲哀。人当伊咧成菩萨，人去正法，迄无悲哀的代志。本来人生就是条路爱行嘛，较悲哀。但是你正菩萨，无修那是悲哀。啊，你未修你悲哀啊，你当迷了净土，你去来赢你个悲哀啊。所以咱爱了解，所以伊喜乐无常的物件，拢是一种名表象的结合项。爱听无？不然咱拢有这个表象的假合去用着，按照用爱面子，爱面子啦，所以风袂下，湿袂透，啊上袂开。敢是安尼？有一件代志，永远记牢的，哦，把伊家己的特点记落来，家己心理上有开发无？一个人的心若上袂开，风袂下，湿袂透，而参像一支剑去插入你心处内底。人心痛有无？心痛有无？迄个心痛是用语言来甲表达的心痛呢？身体来痛，叫医生来甲膏药注射就袂痛。但是心痛内底我通注射无？啊，无出自我人命无免啊。哦，心痛迄是我通用医生的药来医的物件。所以今日若会当适合一即个表象的结合合，你的心痛自然就袂痛。因为你适合。你看开啊，你放下，你才会听。啊，你既然修道修到尾啊，愈修愈集中呢，啊，愈修愈看袂开呢，你要相信无？我过去常捌讲一句讲，大和尚脾气大，啊，大马出家术大。啊，愈到尾啊，愈无明呢。啥讲？因为伊三了无着头，伊嘛无对伊心性的功夫。过去前8十年交代这个心性。要诚心发展，你今日修道，若无对心拢表象物件，我即回去迄个叫做，去迄个夜站，去到的时阵啊，迄个叫做，迄个天机的道行，好因早吼，阮若拜了早，爱念差不多半点钟的经啦。第一就是咱开经题，无上清净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无魔，金剑文必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念落来啊，念心经，啊念法界经，啊念心经，啊念即个做迄个弥勒真经，啊念迄个做清净经，佮拖伫念半点钟，咱是常使去。有一日，我就问迄个吴经理。甲问迄个助理上，讲哦，讲副领导做一场副领导，啊，甲迄个
迄个武典师嘛，讲什么叫做无上清净妙法，百千万劫难测不同见闻一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你讲他这个意思，他解释我听看卖。唔捌，啥人讲？开经比咧念的尔，倒来要读经一定爱念这部，伊嘛那这部在哪位？任何人讲嘛，无上是叫做清净法成佛，无上清净的我嘛无成佛。微妙法就讲千百万年发生，即句就讲三千佛，就讲天官口白好，讲是真嘅。伊听的，我无袂去听。我甲讲啊，第二句讲是跟第三句讲，我急见得受持，你看到哪？你听到哪？你得到哪？你甲讲，用经我讲好，我唔知要怎讲。我迄时在讲讲，见你不见的见法，闻你不闻我。我问我每一天敢无得到？每一天无得到，像每一天无得到。《金刚经》的内底，《二十座藏经》内底讲了，第八位，咱一定要去追溯伫迄资料。我讲每一天有这个讲无，我换六座藏经讲听。我当时就是哪，迄个新秀，甲当时有一个显教，伊就是互每一天甲请求伊做伊的文书。当时每一天就是要叫伊新秀来证道，伊讲。我无即条五座的法，南方有一个六座会念，伊才会当甲你证道。但是，伊就请到迄个什么人世界、世界啊、世界，伊就是去到南方要甲请六座会念倒转来。但是，六座会念听讲，我食头，我嘛无想要入去迄个中内啊，但讲为什么享受啊？我受到了袂使。袂使念准词，要从头安尼啦，我不爱去啊。毋过细讲到啥物件是，无我就来啊吼。你嘛讲两句，你咧传的法，我人带倒来，咁叫交代说。人伊安甲讲，咱大家伊嘛做主编咧。恁私心是有甲恁教的是安怎？伊讲，诸恶作名为戒，众生奉行名为贵。自身基于名为德。恁师来讲了，恁师咧家己是上圣人，但是我甲你讲是要接最上圣人。明讲，自身无为自性戒，自身无乱自性定，自身无欺自性慧，不争不减自金刚，心与心来本三昧。伊安尼讲无？这咱六座藏经咱人听着。安尼有得到无？因为早拖长伊嘛得到参与。毋过呢，二等六座为用伊的第一堂的谈讲传，为用一切，无数拢是自通，为用以后无数是天缘外道。有安尼讲无？六座当你来看落，什么叫做为用？为用就讲足久以前，因为修佛地势，迄无数拢。无殊普通，毋过呢，威王就是咱对人定佛、释迦佛、弥勒佛后壁倒来，无殊拢是天缘外道。伊就安尼讲无，所以人安尼甲讲，每一听啊，迄句话怎讲？愿解如来真实义。伊要得解如来真实义呢，伊要得受如来真实义，伊要得来讲愿解，我希望我会当得受如来真实义，但是我都要福报去得。人都唔入来，我无法度得到这物件。我是知影有这物件，我知影台北做好办事，我嘛知在北去做好个，我就是信尔，我都无去过台北，我才当得到台北迄个物件。我是知影台北我去得到台北，我是知影有一个无上清净的妙法，有一个清净法身论，有一个王法身论，有一个千百万法身论，我有这物件，但是我都把证到啊。所以咱一定要了解，咱你问你每一天得到无得到，你听话，每一天无得到，你会当详细讲我听。就事实啊，这项就是改变的好处，六座当然迄个。所以你今日一定就是认真演起的物件，
经验，哦，这个空间管理，伊迄个咧形而刷所物件啦，吼。所以形而是一个印度一条大路，伊的宽啊，伊的宽有40米，伊这个宽有40米，40米外头哪样呢？伊的宽哦，形而换到中国话叫做天上来，伊这水是对迄个喜马拉雅山，迄个世界上悬的一条山，喜马拉雅山的比丘几公尺。咱迄个啊，咱迄个咱台湾上悬的山是山了哪？玉山。哦，伊当几公尺？才3000，敢是？伊才3000，伊的比丘几哦？加去5000几公尺哦。世界上悬迄个山，迄个山的水对流对了这样形而啦，所以咱还讲叫天上来，因为伊的水源是真悬，从雪山哦流下的水。嘛是从天性哦过来讲，这是咧讲咱中国战力形容黄河之水，就常常咧讲黄河之水相像啦吼，天上来意思相像啦。释迦牟尼时常在形而中顶咧说法啦，每逢讲到着数义这个数目啦吼，数目之一，这个大地那先伊拢用个形而来比喻。形而刷所来比如啦，而且印度的形而刷是真细啦，细甲成米粉安尼就对啦吼。下咱头仔就这个所在吼，咱做者说明啦吼，有无？小想，所以这个咱开始个本文啦吼，伊就开始讲哦，苏摩地，佛就叫做苏摩地啦吼，如形而中所谓刷所。佛教师傅在讲哦，如果你用形而这两字中的刷手来比喻，安听有啦吼，就是因为佛直接甲师傅在讲，因为佛见形而刷的迄个形而两边的迄个河板，伫遐咧空间所来时阵，伊就摕着形而来做一个刷手来做比喻。伊安怎讲？伊讲哦，形而刷为刷手来做比喻啦。如是刷顶形而为温和，听好，如是刷顶形而，就是一粒刷比如一条形而啦。咱听无？如是刷顶形而，就是一粒刷来比如一条形而，为温和你刷用，这条形而刷啦吼。我拄则讲，你拄则讲着，因为伊是一个风袂刷的物件，是最有的物件，比咱台湾乌刷较强。5000公里的迄个两边的迄个刷手，一粒就一条形而，一粒就一条形而，安尼说比如啦，伊迄叫做教练化啦毋是真正有安尼啦伊就做比如，凡所有相，拢是一种无法度证了上简单的是安尼啦，才比如这个意思。伊一粒刷来比如一条形而，你的意下怎样说？你个人的想法，就参照讲，当然，迄一条形而内底刷破，一粒刷顶形而的七步安怎接无？你安尼讲，哦，成都阿三，叫老师哦，所以说我的成都是我的非常有够这。世尊，哦，伊就是用着伊的话来讲，叫做成道世尊啦，吼。后面注意哦，但诸河上道无所，但诸形而上道无所啦，吼。这个形而内底当中是有真足者，何况讲佫一粒刷，你若这条形而的刷来讲，也就足者啊。何况形而一粒刷，佫一条形而，一粒刷，佫一条形而。即句话就是安尼解释啦哈，形而一条的刷到作者啊，对啦，就你歹算啊。莫讲一粒刷一条形，安尼就解释啦。毋过讲类似但诸形而上道无所，何况其刷？哦，就是一粒刷，哦，形而中所有的刷数，安尼就对啦吼。后壁即句安尼讲，我就安尼讲吼，伊安尼讲，一本文啦哈。所以咧，莫听是言各异，若有贤人助贤如理，依七宝观念所，形而刷所，
3000代这个世界，伊用无私得福报福，使我哋言成多世尊，使我哋莫今世间各你，伊就安尼讲哦。我使我哋啊，我今仔日向你讲是真实的话哦。我是正义者，我是诚义者，我是如义者，我是不公义者，我是不有义者，我是实言告你哦，毋是像咱开玩笑安尼哦，毋是咧讲强的安尼哦。我今日甲你讲这实在话哦。佛陀嘛知世间的人，伊要相信这个物件，拢相信，所以伊用作为咱成功的话来讲，我今实言告你。真理者、实理者，是言告你，用我的经验来讲，好，来讲，佛理是我哋，我现在用真实的告诉你，也就是对我们来开始真实无虚为跟理想，迄个为这个为啦吼，因为我睇落对啦吼，我嘛真实无为咧敢讲对啦吼，啊，这个话就是讲啥物件，咱好会晓得讲。这句话就是讲佛陀讲的是一件真严重的代志，实言告你是一种讲的真严肃的物件，伊无和你开玩笑，毋是像咱咧讲的咧跳安尼跳嘛吼，到底你是咧讲真个讲假，我嘛毋知影啦吼。所以佛陀甲一般的弟子绝对袂安尼开玩笑啦吼，是一种作为之事，我毋爱跟你开玩笑，咁讲吼。你若我说用着，如来是真理者、实理者、如理者、不理者、不义者，逐讲经典起，吼，伊无大经验，若有善男子善女离，这个善男子善女离，毋是一般顶的凡夫，是金刚经法会上修大乘法的人。咱我过去就讲，佛陀有比丘，比丘尼，有无离有无色。离佛教上这个四教，有无离有无色，叫做清净人，叫做清净女，叫做得三宝的清人清女，迄无出家。但是比丘尼伊是有出家，但基本上来讲讲起来，过去佛陀迄个时阵嘛无比丘尼啦，而是当时道是传，咱当时淡薄传到中国迄个时阵，迄当开始有啦。比丘尼哪有尼姑庵，无尼佛陀咧宣导一个尼姑庵，迄阵嘛无啦吼。所以呢，伊甲讲啊，若有善男子善女离，这个善男子善女离，就是离大乘法的人。虽然无出家哦，你想当时佛陀一个弟子，迄个在地弟子，迄个什么人啊？迄个我想袂记作字啊，迄阵当时啊，一寡菩萨拢甲请法，无一本册，迄个维摩诘，维摩诘是无出家哦。所有维摩诘所有的这个佛陀的菩萨、摩诃萨，你去甲请法咯，逐个出来等。伊都较出强的啊，但是伊有出家，伊无出家。其实今日这个时代像我这人，嘛是介绍咱今日一贯的艺术。我即回，我去年迄个早打，当然啦吼，去参加一个道场啦吼，我讲什么人，但是因个点来说，用相命咧度。伊讲我读册只读。你要上的，我几啊年拢无用，拢无上。读册只读，讲啥几百个，当然你上。我会讲，咱老祖师的法，老祖师的道路安尼去。这世人你甲讲起，以我个人吼，我是感觉足可惜。你今日虽然敢看，会当得着人红包，嘛无叫这个人来听，我甲看完伊个当中啊偌济提醒。你用着这种的法，你这种就是乍现意象嘛，自受功能嘛，真相吉凶嘛，大圣显瑞嘛，岁有供养嘛，这我写面的物件，这人佛陀都讲了，但是你用这个物件，佛陀伫金刚经15文来讲，如来是我大乘
假说是违法最上乘假说，这个人咱这个人咱学咱着如来阿弥陀佛什么什么，后壁拄会听好，欲乐什么者，乐消啊，这叫乐消啊。这个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无此顶不能听说，尚未能解说。人哋来讲了，毋过咱真正不见。咱同我哋讲大乘法问题，迄有电书甲因迄一寡迄个上面迄个周理上，迄个福利，以前我以前是无当听这个，蔡新年听，我以前是我当听这个，我就歹势讲，你而且我袂使来讲啦，我再来讲，头天人个天，较大人个地带到，咱再讲啦，咱毋捌学了，你讲起来。依照道理来，即个物件真正真个思维、真个道理，甲咱老祖说的话传起，因为毋是咱一贯都毋是咱不是，即个社会人做唔，咱咱去做个代志，所以今日来知影，咱要做工作，咱来啥物事？有有钱人做善事，这个人是大乘法的人。伊七宝，伊讲伊即个人哦，修大乘法即个人哦，毋是一般顶的人哦，伊七宝满里所行好耍所，看好。后壁即个话咱我读一下。一粒沙当作3000大千世界，用充满如行好耍所，那么都会3000大千世界七宝报施。这意思看好。这个七宝满里所，七宝。金、银、玄少、玛瑙、衣服、玻璃等7种的宝贵，但是一粒沙当作3000大千的世界，一粒沙就是一个3000大千的世界，3000大千的世界，因为充满着形而耍所，一粒形而耍所就是一个3000大千的世界，遐尼啊济，迄3000大千世界，伊内底七宝。就是3000大千世界这一粒，一粒沙就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充满形而耍所，就规条形而耍所，条形而耍所内底当中，就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安尼听有意思无？一粒沙就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就是我之前讲遐物件，因为有84000个游船。一粒沙就是84000个游船哦，伊毋通甲你讲哦，一粒沙当作是3000大千世界，安听无？但是这条恒河内底当中有偌济沙所以3000大千世界，用啊比如济无？听是足济啦，反正安尼算你嘛总火气。啊，就这就是个概念，足济，讲袂了足济就对了。但足济有足济无？凡所有上拢是足济啦，迄种叫世间法。骗人的出世间嘛，吼，所以我用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因为一粒3000大千世界七宝偌济，一粒这个对啦，这个须弥山用3000大千世界，用七宝，用3000大千世界七宝甲组成的物件，充满你所吼，充满形而耍所。那安尼这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来报施，七宝是金银、琉璃、玻璃、衣具、车、珠、玛瑙等七宝，安尼是来布施啦吼。而这个物件内底当中的伊来讲啦吼，伊用布施得福，得福多福，师父在言成道世尊。咱吼，拄则讲的，因为佛陀若咧问师父，问到尾尾成道世尊，但后壁咱解释。好，这个是咱出现的所得的福德有济无呢？师父伫伊解讲第伊知影佛咧问啥物代志，当然足济啊，世尊，你讲的是这内底伊世间咧讲起来，这是有够济，你怎解说？这种的布施是当年娘有第3日、第4、5日一暗，供养真女是烧啥嘛？所有淡薄所有心福德，安尼听我啦吼。因为当时娘有第，当时的当伫迄个这个600条迄个时阵
迄阵当时杨武帝，迄时杨武帝你嘛知过去大本来做势啦吼。杨武帝伊伫迄个时阵，中国有3日4、5日1万嘛做一个大将，因为伊大将布施大精，即个个实在做名甲讲，名为伊福，国家福评为攻击三个成功。所以若安尼来讲咧，你今日用到满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型的耍数，就3个布施的物件，就参照咱简单来读书，比如咱看举即个来比如。但无讲我啦，是无公平，讲无公平。迄是福德甲公平，你得搞清楚。这但无，伊就是讲但无，无啥物叫做公平。伊就讲精微妙法，特殊公式，内是公平，不是公平，不在说精微妙法。不，你有一个情形发生，有一个。圆满的报信，你有一个清净的发生，就你有一个自信，甲你有一个智慧，所以演化出来的妙不可言的物件。这个特殊方式，迄个自信内底当中，无常，空即就是无常，即就是空，就是清净，即就是咱急躁、光照意思。你有一个自信足清净无念的，但是有充满着。足功能的物件，急躁，所以叫做急而常躁，慢而常定。所以你才讲到，这是这个不在说，毋是伫世间的内底用有形有相来去的物件。这话就是咱刚才说的，所以不在说，所以学嘅当中呢，福德是我的，讲福德是我的，善人做善努力，无处金中乃至受持数义顶为大因说，二处福德，性体福德。咱听有意思无？应该咱看完啦。而下底这个物件啦吼，这个物件若有善人做善努力，无处金中啦吼。你伫金刚经的内底当中，甲数义就是咱头过去我咧讲，金刚经内底是头过。当然啦，看到数字就是26分，就一点就音声调是人形声都这么见出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海啊，如露有电，应作如是法。这是当时咱过去的这鸠摩式、三藏法师因甲翻译的。其实印度的语言无有咱中国的4字一句，无7字一句，7字一句4段无安。所以咱讲过来讲，受持数义就是参照金刚经传话，但是这段听好哦，到这段就是自觉为他人说就是甲他，为他人说就是他，记住什么？你今日做的这个物件，胜过着什么物件？胜过着啥？胜过着啥？胜过着啥？七宝摩尼所3000大千世界七宝，胜过呢？就用你个比喻，都无可能人超过出世间的物件。咱这个数字，这个有形有量，世间外的物件，伊就来讲嘛，咱今日所得的，这个福德，这个为他人所福德，圣贤福德，伊个是福德报，伊个是福德善，两种有相像。这个叫做福德善，福德胜，这个福德报。迄个福德报是世间话的医报甲正报修来的物件，叫做福德报。福德善就是修智慧来的物件，迄无相像。所以呢，福德是我哋，有为善人做善努力，福德各所是我哋讲。假使有人善人做善努力，而这个修大善法这个人，才来讲咯。经典数义顶的人，我常讲，修，定啊有心，持叫做意念无妄。修持独相研究修持这部金刚经，甚至于修持金刚经的一段文，却是为他人解说。
这个物件内底当中，受持三宝生活，咱好这物件咱好了。你会当受持三宝生活，咱才是办。一次叫我为万法一超人，你一念为反正，反观内下，切入本宗，忽然大行明灵，照明一心福大，当下即是无声。这个心经完全是自己的智慧之经，并无有别人。这一心福大就是自成的宝藏。你这样对得着，比你世间的物件较济袂济。受持你心中，受持自心中的无限的宝藏，你有一个无你有一粒万年宝珠。所以头灵的禅师啊，讲我有明珠一颗，就被尘劳封存。今朝晨光照遍300万道。你的受持你家己力量，所以这代表咱来讲，金刚经为他人说，这个金刚经为他人说，叫做下化有情。你自己心受菩萨，后壁有人讲，你自己心菩萨，别人也因为你心受菩萨。如果这个众生无有为他说，伊根本无办法能求到而种下，伊无活通求啊，要种下即阵的菩提树，以后所结的菩提果，即种那是叫做属性中的功德，就是叫做如是功德。所以这个当中咱来讲，出福德性成福德，成福叫做3000大千世界七宝咧讲的迄物件，迄叫做福德宝，这叫做福德性。咱听得较有啦吼。过去是行好所说，以3000大千世界七宝布施，的迄个人所得的福德道。所以世间内底，结果我是言个例个数，我真正来讲，这部的经文就是佛讲的，老实甲你讲，持地中讲这个功德，这个是因为怕你信心不足，所以而且甲你讲啊，告诉你啊，甲你讲啊，足详细告诉你，这是佛，这是佛，这个经告讲出来，绝不为虚妄之言。受持法这经是福德，受持法这经是福德性，确实远超过于前面迄个七宝布施。七宝布施是福德本，迄个福德本啊，福德性就像如何？因为你的迄个七宝布施所得的福德，将伊会让上进，你会享受了嘛？所以这个属于有漏的功德，有漏福德。那你受有漏福德，稍微一下。对不对？像这个这种无解释这是结论。享受这个享受是真的啦所以呢，这有漏福德，你持金刚经为他人说，这个金刚经自己这当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可以引导修行让这个众生会当入门了生死生息，看袂入通，这种就是无漏的功德性，就是不能用数字来计算的物件，这叫做无尽，或者是上智慧的功德。这种的福德就是虚空的物件，不可以这福德就是虚空的物件，不可限量的。所以，因为这个出福德，性命正福德，就是前面迄个和亲自讲的啦一切，咱比较讲啦一切诸佛及诸佛阿弥陀三藐三菩提中，你金刚经第8分就讲嘛，一切诸佛甲诸佛阿弥陀三藐三菩提，所有菩萨，所有诸佛就是这部金刚经生出来的物件。所以金刚经
会当受持这段经部经的内底当中，会当互你成就菩萨。所以呢，来讲，你而家受这3话，你会当胜过3000大千世一本。所以咱出经说，用这段经就进一步了解证明法师的迄个法性途径，是远比这个波斯啦波斯的这个报相对波斯的幼老的功德上，胜过于太极啦。明明这点我们就是实足的信心。会脚踏实地去受持经部经，为别人讲经部经啦因为咱而且经部经好的上内底当中啦咱有感受，因为咱讲经部经讲的，你吹外口，你想要吹去迄个这个咱的迄个。迄个咱第三遐，槟城新加坡一个夫妻，尾后3个某仔囝，加一个迄个阿芬来的时阵，因查某囝10岁，叫电话来妈妈，真有声音足大声你过来4个，有声音，我惊，昨天听到好。安尼，你捌看老母有伫个，阿嬷有伫个，他们伫咧受验，伊阿嬷要紧个，即个伊会电话我，不行，要紧后尾用在着，我讲者毋过你祖孙你要惊到安尼，好到安尼对啦，咱两个囝后尾用在着，我是伊个性命，我建议，即次方面。为了变得平常开放，但是因妈妈甲因阿嬷来喊我收下去。即现在伊变得咧开放了，希望你有能来着，你唔通来找妈。伊即个做的功德，回向我离和尚咧讲的经部经，如果你若认为这个经部经对你有帮助，我回向我。第一讲讲，第二讲过来。过来，伊就是咱确认是到底我讲这个话有真正要回向我，伊嘛要确认人听话。阿妈，过来，你要紧，伊要紧在来我讲，我是安尼讲。到第3日，伊转到叫回来，傅清明，你回向经部经有效呢？阮即马混作平安的，拢无代志啊呢。讲有效啦，作平安做无代志。无用在个安尼个空间，所以我而且话好用，而且讲的人大兄弟起码所以我就好用咧，起码我就好用，就环境咧就好。感谢呢，虽然今日爱知接受经部经的功德，伊效果，我那一个细国，迄个浩然村，一个吴经理，是咱新加坡，因太太，因病仔分巧路。听讲上经部经讲诶，请一年我来上经部，惊上经部经个上个身体健康。真正好我听，嘛讲话较侪听。第二，我咧讲经部经，伊就现伊咧讲我也袂要死，但是伊上经部经上啊，伊叫请我来上我，毋是伊家己上我。好，所以咱拄则讲这物件啦这物件。一切诸佛，诸佛阿庙无上清净觉，拢离这本经典出来。所以你讲这本经典伊的效果大，所以伊的功是足大。咱今日在上经文，这是足正常的。对咱的自信，对咱的家庭，甚至对咱的心性来讲起来，拢是一个正向的功能。这是咱互学感受，嘛事实来讲的了解。嘛最后，咱今日包括这个所在，祝福咱身体健康，一切如意。好，谢谢各位。大众请起立。这部才能是
杯剪刀一公，分道毕公。毕班向夫妻老母亲3公里剪刀一公，在鞠躬，当鞠躬，感谢父前人慈悲鞠躬，感谢对同志慈悲鞠躬，分道毕鞠躬，在鞠躬，3鞠躬，感谢父前人慈悲鞠躬，感谢对同志慈悲鞠躬，持下向夫妻老母亲3公里剪刀一公，在鞠躬，3鞠躬，持下前人鞠躬，放下父前人鞠躬，放下对文师鞠躬，分道毕鞠躬，在鞠躬，3鞠躬，持下前人鞠躬，放下父前人鞠躬，放下对文师鞠躬。好，各位。